行政長官現在回答議員嘅質詢。議員提問時係請盡量精簡，唔好發表議論。行政長官答覆議員嘅質詢之後，有關議員可以就其質詢提出一項簡單嘅補充質詢。該位議員只需舉手，無需再按鈕示意。梁國雄議員。係，因為正話咧，你個裁決係啱嘅，我唔可以打斷行政長官嘅講話。其實佢話同各黨派有聯繫啦，我打電話問咗我助理係冇嘅。咁佢使唔使答咗？梁國雄議員，請你坐低。若果到你問問題嘅時候，你可以向行政長官提出呢個問題。我輪到。請你坐低。羅冠聰議員。唔該晒，梁議員。林太，今次係你第一次出席行政長官嘅問答大會，但好可能係我最後嘅一次。喺你嘅發言當中，你不停話要協助年輕人，但係作為喺呢個議會當中最後生嘅立法會議員，我面對嘅係政府嘅政治暴力，企圖剝奪我嘅議席。你嗰番説話聽起上嚟都係有啲可笑。今日我最主要嘅問題都係問翻警權嘅問題。香港市民嘅結社集會同埋示威嘅自由係受到《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所保障，但喺過去嘅7·1前夕嘅示威，我哋見到示威者嘅示威道具被破壞，遭到毆打、無理拘留，甚至係有警車上面被施予暴力嘅狀況，嚴重妨礙咗我哋行使正當嘅政治權利。林太，你講過話全力支持警隊，但係亦都講過會全力修補社會嘅撕裂。你講過警隊嘅濫權狀況係被誇大，但係喺最近嘅示威，吳文遠喺車上被攻擊，喺警車上面被毆打嘅證據係非常之確鑿。警隊近年嘅聲望每況愈下，喺紀律部隊嘅民望調查當中長期敬陪末席。市民希望見到嘅係恪守專業中立嘅警隊，而唔係會同施襲者因為政治立場而稱兄道弟。林太，你上任之後會唔會積極整頓警風，減少警察濫權嘅狀況，賦予監警會更大監察嘅權力，從而令警隊重獲民心？行政長官。過去一段日子咧，社會上係多咗好多爭議性嘅事件，讓到警方特別係前線嘅警務人員咧係承擔咗好大嘅壓力。呢個亦都係點解我每一次去探訪警務處或者喺年度嘅滅罪委員會嘅會議上咧，我都要為我哋嘅警隊講返啲公道嘅説話。事實上，如果大家記得我喺就職演辭裏邊提到，香港其中一個令我哋引以為傲嘅成績就係我哋嘅治安。我哋今日嘅治安或者我哋嘅犯罪率呢，係1972年以來嘅新低嚇。咁所以我希望先講咗呢樣嘢。咁但係喺咁多前線嘅警務人員喺日常同市民，特別係一啲示威嘅市民裏邊嘅互動嘅時候，如果有任何嘅市民、任何嘅示威人士覺得係受到不公平嘅對待呢，係要信我哋係有投訴嘅機制、有調查嘅機制，係有還返市民公道嘅機制。多謝羅議員。羅冠聰議員。唔該晒梁議員。我相信香港市民，我哋需要治安，而唔係需要維穩。我哋見到警隊整體嘅風氣喺評分上面都直接顯示咗市民係不信任警隊。喺呢個狀況，唔單止係一兩個投訴個案，而係成個警風係需要整頓。我想林太，你會唔會再一次講，你會唔會係針對住警方近來嘅濫權狀況，係做更加深入嘅調查，整體上面整頓警風？行政長官。我睇唔到羅議員睇嘅近日有好多濫權嘅狀況，但係每一個部門都係可以有改善佢哋工作嘅空間嘅。咁所以喺我競選期間，我提出都希望同我整個嘅公務員嘅團隊喺創新互動協作嗰方面呢，都係揾一啲好嘅方法嚟到去改善，回應市民日益增加嗰個訴求。梁美芬議員。特首，好高興你上任之後第一個星期就嚟立法會答問大會，我相信呢係一個好嘅開始。特首，好多香港嘅市民，特別係西九龍嘅市民呢，就等咗好耐啦，希望高鐵可以盡快通車。大家忍受咗咁耐嗰啲工程帶嚟嘅不便，都係等通車嗰日。希望日後市民可以方便好多。
但係要達至呢個理想，一地兩檢係必不可少嘅。特首之前你同傳媒呢就曾經講過呢，就係話會盡快提出方案。你可唔可以向公眾講多少少究竟係乜嘢方案？係咪好似傳聞咁講，係要以深圳灣模式作為藍本，即係唔需要啟動乜嘢基本法嘅附件3，亦都無需要將任何中國嘅全國性法律適用於香港？透過兩地政府簽訂好管轄權嘅協議呢，就可以由兩地政府跟進。會唔會係呢個方向？會唔會而家就可以預告多啲，做好公眾嘅期望管理呢？行政長官。多謝梁議員。我都同意梁議員嘅觀察，事實上好多市民呢都係熱切期待廣深港高鐵香港段嘅開通。尤其是有陣時我哋搭飛機，發覺嗰啲現真係越嚟越令人沮喪嚇，咁所以都希望話如果有高鐵呢，我就唔需要再係乘搭飛機嚇。目前嗰個工程嘅情況係清晰嘅，係港鐵已經講咗呢，明年嘅第3季呢係應該係有呢個通車嗰個條件嚇。咁所以要達至梁議員講同埋市民期盼嘅方便呢，真係似乎一地兩檢呢係必不可少嘅。咁所以而家我哋同中央政府呢，正係去到最後階段去處理呢個一地兩檢嘅方案。由於嗰個課題係相當複雜，亦都有一定嘅敏感性，所以我覺得我哋應該係當所有嘢都係研究好呢，就一併全面嚟到交代同埋公佈，就恐怕難以喺今日作少少嘅擠牙膏式咁去預告下嗰個一地兩檢嘅方案係點樣樣。不過可以同梁議員講呢，一定係符合基本法嘅方案，一定係有足夠法律基礎嘅方案。梁美芬議員。主席，相信你都知道香港呢幾年呢，民生問題政治化，政治問題就法律化。咁一地兩檢其實即係據我了解啦，無論全面管轄權抑或係局部管轄權呢，其實都應該唔會違反基本法嘅。咁你同埋你嘅團隊諗住點樣爭取時間打好呢一場民意戰，令到呢市民係可以了解到你哋即將推出嘅方案係符合香港最大嘅利益同埋切實可行嘅呢？行政長官。我喺剛才嘅開場發言呢，都講咗近幾年大家都有啲疲累，因為太多抗爭，所以我希望處理一地兩檢呢，唔係一場戰爭嚇，係一場大家都好開心，係達至到呢個高鐵嘅方便去迎接高鐵嘅開通。咁所以喺同市民嘅解説嗰方面呢係重要嘅。咁我哋會同港鐵公司呢已經係做咗相當多嘅準備嘅工作，係呢啲嘅解説嘅工作，我相信應該好快，甚至快到可能喺1個禮拜之內呢，大家都會喺傳媒嗰度睇到，即係我哋介紹係一個高鐵為香港市民、為香港嘅經濟帶嚟嘅好處啊。朱凱廸議員。林太，10年之前呢，你同我講，因為程序已經過咗，所以皇后碼頭嘅不遷不拆係冇可能嘅。而家元朗橫洲發展，梁振英政府唔理利益衝突，私下同露天貨倉老闆爭樹和摸底，然後大幅去改變計劃，逼遷200幾戶嘅居民。房署又咁啱同新世界嘅地產用埋同一間顧問，仲偷埋政府嘅資料做設計，一條龍咁服務。依家200幾戶橫洲居民，佢哋3年之前完全唔知道政府係有做過諮詢，最快呢今年8月就被逼遷啦。林太，10年之後嘅今日，我想同返你講，如果程序係做錯咗，夾硬做，只會令社會受傷，市民亦都失去對政府嘅尊重。橫洲黑幕係梁振英做落嘅錯事，你響選舉論壇嘅時候，你都話呢件事唔關你事。
咁你做咗特首，你願唔願意撥亂反正，將錯嘅程序做返啱？響橫洲利用棕地建屋，同時園區重置倉地嘅產業，締造保留民居，維持倉地生計，同時增加公營房屋嘅三贏局面呢？行政長官。多謝朱議員提翻起10年前嘅皇后碼頭一役嚇，就時間真係過得好快，但係我嘅記憶咧都猶新嘅。咁所以當朱議員提話當日我話不遷不拆皇后碼頭係似乎純粹因為程序通過咗咧，呢個並唔係事實嘅全部。當日不能夠唔遷拆皇后碼頭係因為香港發展嘅需要。我哋係需要有呢一條主幹道中環灣仔繞道嚟到解決交通擠塞嘅問題，嚟到改善中環呢一帶嘅空氣質素嘅問題，唔係一個因為過咗程序所以冇辦法唔拆頂硬上要做埋嘅情況嚇。同樣地咧，阿朱議員講咗好多，看似好似係講緊事實，但可能係佢個人嘅指控嚇。橫洲嘅黑幕啊，或者係勾結啊，或者係同黑嘅分子啊摸底呢啲。但如果大家記得咧，我喺7月2日我去區訪，第一個選擇嘅就係新界北區嘅竹園村。竹園村就係當年正正係為咗發展嘅需要，一個蓮塘香園圍嘅新口岸嘅建設咧，係整條村要搬遷，裏邊亦都有一啲寮屋嘅居民。但係透過政府同居民大家嘅互諒互讓咧，我哋揾到一個好嘅解決嘅方法。其中當日村民同記者係咁樣講嘅，佢話由於佢哋信政府，佢哋一直將呢個商討係局限喺政府同埋村民，再加上一啲中介嘅組織，包括係鄉議局啦、鄉事委員會啦，同埋地區嘅區議會嚟去做，而冇讓外邊嘅分子去加入呢個討論，而令到呢個討論呢能夠係圓滿咁去做得成。今日嘅竹園村嘅居民呢係生活得相當美滿嘅。咁所以呢件事件話俾我哋聽呢，喺香港要向前發展嘅過程裏邊，難免係會影響一啲人，甚至可能對於嗰啲受影響嘅人嚟講，係佢哋作出咗一啲犧牲，要離開自己住咗好耐嘅地方。咁但政府係一個公平公道嘅政府嚟嘅，我哋每一次嘅搬遷啊、清拆都會係按住政策，甚至喺政策以外再提供一啲富人情味嘅安排，嚟到減少受影響居民受到嘅衝擊。咁所以我希望日後喺呢啲為發展需要而要影響到村民嘅工作裏邊呢，在座各位議員都能夠協助政府用呢一種嘅態度，積極咁去解決或者減少居民受嘅影響。多謝主席。朱凱廸議員。林太，你提到你啱啱上任就去竹園村嗰度攞掌聲，我希望你可以帶住嗰啲能量去到橫洲3村嗰度聽居民嘅心聲，同埋一齊同佢哋商量橫洲嘅三贏方案，可唔可以？特首。有關呢個特別嘅個案嘅具體嘅情況呢，我相信發展局局長呢會繼續係處理。陳振英議員。林鄭特首，首先祝賀你出任香港特別行政區嘅首長啦！希望喺你帶領之下呢，香港嘅經濟民生可以持續發展，社會祥和一啲，市民可以安居樂業。亦都歡迎你多啲嚟立法會，無論係參加我哋而家嘅答問大會啦、政策溝通啦，或者同我哋議員一齊食下飯都得嘅。言歸正傳呢，就係喺你嘅競選政綱之中呢，提出咗全面改組中央政策組嘅設想，咁就使佢呢成為提升公眾參與政策制定同埋協調跨局跨部門項目嘅政策同埋項目統籌組嘅。請問呢，社會上呢對上屆政府嘅中央政策組嘅職能評價呢係不一嘅。呢一次中央政策組嘅職能嘅重大嘅變更呢，可唔可以理解為你對上屆中央政策組嘅職能有比較負面嘅評價，
同埋就係落實呢個提升公眾參與政策制定方面呢，你有咩具體嘅思路同埋措施？幾時先能夠實現呢？唔該。特首。多謝陳議員嘅提問。每一個政府嘅組織咧，經歷咗一段時間之後，都係有需要重新審視嘅。尤其是我係一個比較鍾意創新嘅官員，咁所以對於呢個已經成立咗20-30年嘅中央政策組咧，我覺得亦都係去到一個時候咧，要為佢重新定位，注入一個新嘅動力嚟到去支持本屆政府嘅工作。對於以前嘅中央政策組或者唔同嘅中央政策組嘅組長嘅工作咧，我喺呢度就唔作出一個評價啦。但係事實上大家都留意得到咧，有一啲喺上屆政府中央政策組嘅功能咧，我已經清晰明確表示咧，喺我呢一屆嘅改組之後嘅中央政策組，甚至根本唔係會叫做中央政策組嘅單位咧，就唔需要繼續。尤其是特別係關於人事任命咁呢個我覺得大家都係知道嘅。改組嘅中央政策組嘅目的咧，正如頭先阿陳議員都引述我喺政綱裏邊講咧，就係今日做政策其實真係好複雜，好多時都係要有跨部門、跨政策局，大家互諒互讓嚟到去做。當然喺日常嘅情況之下咧，兩位司長都係擔當呢個角色，但有陣時有啲真係好例外或者好特殊嘅例子咧，係需要有一個更高層次，亦即係話行政長官本人咧係作出呢個嘅統籌協調同埋督導。另一方面嘅工作咧，就係而家社會上有好多意見，我相信在座各位立法會議員如果有時間都會向我提出一啲好有創意嘅項目，但係就苦無對口。即係呢啲項目拎去邊個局、邊個部門嚟到去探索研究呢？咁所以改組之後嘅中央政策組呢，亦都有呢一個去提供一個第一站嘅角色，去同外邊嘅界別咧去研究呢啲方案是否可行。而呢個角色呢，就唔係一個新生嘅事物嘅。喺過去10年，當我擔任發展局局長嘅期間呢，有一個單位小嘅單位呢，就叫發展機遇辦事處。喺我擔任政務司司長期間呢，有一個小嘅單位呢，就叫政策及項目統籌小組。咁所以我只係繼續希望可以利用呢一啲小嘅單位，好聚焦咁發揮到呢個統籌嗰個角色。關於時間性嗰方面呢，而家大概係咁樣啊。因為呢啲改組嘅工作呢，我一定係會好公開、好透明咁向各位議員交代。甚至係需要各位議員喺財務委員會同埋轄下嘅人事編制委員會咧，通過嗰個重新改組之後嘅架構同埋嗰啲嘅職位。我會喺呢個月呢，就係委派一名嘅政務主任擔當呢個改組工作嘅組長嚇。暫時係唔會填補中央政策組組長本身呢個位置，但係會由呢一位政務主任呢，就係喺我嘅督導之下呢，進行呢個嘅改組，希望喺年底就有一個改組嘅方案，就交俾立法會嘅事務委員會討論啦。咁就爭取喺明年初呢，可以通過，明年嘅4月1號呢，就以全新改組咗之後嘅中央政策組呢，嚟到協助特區政府嘅事務。陳振英議員。林鄭特首，按你對傳媒嘅透露呢，經改組之後嘅中央政策組呢，將會包含唔同界別嘅年青人呢嘅全職合約僱員嘅，咁佢哋會負責政策研究啦，亦會收集呢社會大眾特別係青年人嘅意見，咁等政府制定政策嗰時呢，能夠更加早吸納民意，作出相應嘅調整。但係呢，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呢定義呢，就係44歲以下就係青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呢個定義就係16至45歲就係青年。香港政府嘅定義呢就係15至24歲就係青年。咁如果按香港政府嘅青年定義呢，中央政策組就會請一批24歲以下嘅政策研究員呢，負責政府嘅政策研究。咁想請問呢批研究員除咗係24歲以下之外，有咩其他入職要求，令到佢哋真真正正可以喺唔同政策範疇度提供到一啲合適嘅意見呢？唔該。好，特首。首先呢，我就唔會用剛才嗰種年齡嚟到去界定未來中央政策組打算招聘呢20-30位嘅青年人去
做政策嘅工作啦事實上可能亦都唔需要特定有一個好年齡嘅上限或者下限，不過呢個我哋稍後再研究呢班嘅青年人入嚟呢係有兩個，我有兩個嘅目的啦。第一呢，就係俾佢哋有一個機會可以親身了解到點樣係制定政策。因為我相信有志投考成為呢一批嘅年輕人呢，都係有嗰種參與社會嘅熱誠，甚至係有志第二日好似各位咁咧係參選成為立法會議員或者區議員嘅。咁所以能夠喺佢哋早嘅成長嘅階段呢，喺政治成長嘅階段呢，能夠有呢一種嘅歷練呢，我覺得係對佢哋有好處。第二方面呢，就係讓我哋喺高層制定政策嘅時候呢，可以更加即係聽到青年人嘅心聲因為佢既然喺呢個中央政策組裏邊會見到我啲司局長或者我本人呢，亦都可以將啲意見直接反映俾我哋嘅咁所以嗰個要求都係有心有力啦，有承擔，同埋呢就係不論黨派所以在座嘅各個黨派，如果你有啲年輕嘅黨員呢，我都呼籲大家可以鼓勵佢哋，第日當我哋招聘廣告出嘅時候呢，可以投下呢啲職位。莫乃光議員，林太喺你嘅競選期間，你嘅承諾呢係檢討現行嘅政策，政府呢應該做監管者同促成者嘅角色啦。咁做到高效、規矩明確嘅管制、統籌同埋促進各個部門嘅合作。咁你頭先亦都提到啦，會將中央政策組就提升為協助處理過呢啲跨部門嘅一啲政策問題啦。咁大家都知啦，全世界而家面對呢係新經濟嘅發展迅速，市民嘅生活同埋社會嘅變化都好快，但係香港好多嘅法例呢都係跟唔上新經濟嘅同埋科技嘅。咁例如好似共享經濟業務模式新型交通工具同埋區塊鏈嘅發展等等，我就喺網上呢亦都提出咗一個嘅聯署，就要求呢政府呢係研究更新法例呢，已經有1000幾個嘅簽名攞咗㗎啦。咁就係話啦，香港就要 update 啦。嗱，今日晏晝呢，我有一個嘅議員議案，其實都係呢個題目嘅，就關於呢革新過時嘅法例，促進創新科技嘅發展。嗱，我嘅問題就係林太，你會唔會要求新嘅政府呢係檢討同埋更新呢好多嘅過時嘅法例，拆牆鬆綁？嗱，各個範圍呢，即係應管嘅呢，就當然要管啦。唔好用一啲過時嘅框架套喺而家嘅新經濟同埋新嘅科技上面啦。咁呢啲例子好多啦，包括共乘自動駕駛金融科技共享經濟檔案法同埋公開資料法等等。政府會唔會點樣做，同埋用咩嘅計劃去促成呢一個做到呢一個你嘅選舉承諾呢？行政長官。過時嘅法例呢，當然係需要檢討同埋更新，做到與時並進嘅。呢個亦都係我嘅施政風格裏邊要求創新嘅其中嘅重要一環。不過好似我最近同傳媒講呢，喺我提出嘅互動協作創新呢3個元素裏邊呢，其實最難嗰個就係創新，即係要各個部門去擺脫佢固有嘅思維，用一個新嘅方法嚟到做事呢，係有一定嘅障礙嘅。不過呢個我可以同莫議員講呢，喺我任內我一定係會推動，由上而下咁去推動。而家睇到需要革新嘅過時法例呢，有幾個方面嘅。第一呢，就係經濟發展。如果香港嘅經濟要做一個多元化嘅發展，要追得上個潮流嘅需要呢，嗰個法例係必須要一齊嚟到去睇嘅。等於喺我競選期間同埋後任期間呢，我都學多咗好多金融嘅知識。就係發覺，如果我哋嘅上市嘅條例唔去睇下呢，可能就錯失咗一啲嘅機會，因為啲企業嘅性質都變咗啦嚇。你今日嘅上市條例，如果仍然係磚頭嘅企業為主呢，咁實在係難以可以追得上時代嗰個需要。咁所以簡單嚟講呢，我對於莫議員提出嘅要求呢，我嘅回應係正面嘅嚇。點樣去具體落實呢？恐怕要俾啲時間我同我嘅司局長去研究嚇。另一方面要革新過時嘅法例呢，其實好多係同社會發展嘅。
包括係我哋喺規劃啊、樓房管理啊、消防安全啊各方面嘅法例都要嚇。咁所以未來呢5年呢，我相信喺檢討法例啊、更新法例嗰方面嘅工作都會係佔用我哋相當多嘅精力同埋時間啊。莫乃光議員，主席啊，就特首都提到啦，法例就要好多地方都要拆牆鬆綁啦。咁我亦都覺得咧，其實拆牆鬆綁呢樣嘢對於創造本土就業、本土經濟其實好有幫助嘅。唔好淨係叫我哋香港咧渣出去外邊，其實本土亦都好重要。咁亦都你提到最難就係創新啦，我好希望你都仍然可以迎難而上去做好呢件事啦。嗱，好多問題咯，我哋見到香港咧都係面對就係政府嗰啲跨部門咧各自為政，就由剪棵樹跌晒啲雀仔落嚟，以至到 WiFi 城市，其實都係講咗有啲講咗好多年，有啲講咗10幾年，都係做唔到嘅。嗱，政府最近用咗幾百萬就做咗呢一份嘅報告書。就係呢一個嘅智慧城市藍圖嗰個嘅報告書，啱啱上個禮拜5就出咗嚟。咁入邊都有同樣指出咧，就係政府各自為政嗰啲部門咧，係呢個要解決嘅問題。我問題跟進就係你將會即係成立改革嘅呢一個嘅政策及項目嘅統籌組啦，會點樣去真係具體去解決呢個問題咧？頭先你其實答之前議員嘅問題都有提到咧，就可能會涉及一啲架構上面嘅重組嘅。咁譬如一個例子就係會唔會將通訊局係擺翻落去嗰個創科局入邊呢？多謝主席。特首。而家我構想呢，就係有一啲嘅跨部門嘅課題係有一定嘅共通性嘅，好難就咁交俾一個局嚟到去處理或者去牽頭。咁所以需要有呢個經改組之後嘅政策嘅統籌組呢，去就住呢個課題。譬如頭先阿莫議員提到，而家如果個潮流係多咗好多即係共享經濟嘅嘢，咁各個局就要自己檢視。有啲咩嘢其實就係令到我哋冇辦法去即係做呢啲共享經濟嘅行為，咁然後咧就交翻一個嘅評估俾呢個嘅統籌組，由呢個統籌組再經過同我本人啊或者係3位司長嘅研究咧，而化成一啲具體需要修訂嘅法例啊、需要推行嘅措施咧，再嚟落實執行。咁個過程係咁嘅。因為既然阿莫議員喺補充質詢嘅時候提到有4個字拆牆鬆綁咧，我都想再講多2句咧。冇錯，拆牆鬆綁咧係我喺競選政綱裏邊時常出現嘅説話嚟嘅，因為我實在見到太多嘅太多嘅規矩係窒礙咗不但止創新，就係日常嗰個效率。但係我都呼籲各位議員咧，要幫我哋手咧去拆牆鬆綁，因為我留意到立法會好多時每次進行一啲政府帳目審議啊，或者係基於申訴專員嘅報告咧，個結論都係話加多幾層嘅規管啊，或者出多幾份指引啦咁嚇。咁所以呢個就係正正點解累積到今日咁多規矩。因為我唔係話唔應該有規矩，不過可唔可以大家都有一個即係討論嘅空間？其實係將佢改變咗個政策，將佢簡化咗個要求，就唔會出現咗呢啲俾審計署或者係申訴專員發現嘅即係不符規矩或者不符政策現狀嗰個問題。多謝。